因為耶和華將沉睡的靈澆灌你們，封閉你們的眼，蒙蓋你們的頭。你們的眼就是先知，你們的頭就是先見。以賽亞書29章10節。那時以色列百姓假意親近上帝，於是神將啟示佢心意嘅先知取走，百姓要摸黑過日子啦。先知希伯來文嘅字根意思係巨細無遺地察看、觀看、考慮。雖然先知有時候會傾到未來嘅事情，但係更主要嘅工作係替神傳遞信息，俾百姓帶來引導、警告或者係責備。先知嘅字根仲包含建設、指示性，讓嗰啲同神立約嘅百姓曉得應該點樣過生活。以色列百姓輕忽神揀選佢哋嘅目的，佢哋只係顧自己嘅益處，為自己積賺錢財，不向世界傳遞神嘅恩典。佢哋驕傲自滿，唔係寬恕包容嘅群體。佢哋追求世界上嘅成功，漠視上帝嘅誡命。佢哋以討福為神，容許淫亂同情慾，貪戀權勢，欺壓弱者同窮人。以色列人跟隨唔敬虔嘅領袖，如同瞎子帶領瞎子，於是神任憑佢哋。呢個係神俾佢哋嘅懲治。我哋應該引以為戒，唔好忘記被揀選嘅目的。當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，謹記神嘅吩咐，向呢個世界傳揚神嘅美善屬性，並且將榮耀歸於父、子與聖靈。處女豈能忘記她的裝飾呢？新婦豈能忘記她的美衣呢？我的百姓卻忘記了我無數的日子。耶利米書2章32節。今日我哋對忘記嘅解釋，大概係離唔開失去記憶、唔記得等等嘅意思。不過希伯來文當中嘅忘記，佢嘅字母圖畫卻有極深嘅含義。首先，呢個字同其他閃族嘅語言冇詞源關係，佢係道地嘅希伯來話，純粹用嚟表達希伯來嘅世界觀。其次，忘記同好多希伯來字皆有關聯，包括唔記得、唔知道、冇睇見、否認等等。而當中有啲係關於思想認知，而有啲呢就係關於行為。眾所周知，希伯來文係行動嘅語言，想要真正明白忘記，就必須去思想佢喺行為上嘅含義。忘記符音嘅圖畫係毀滅張開嘅手掌所帶嚟嘅。換句話講，忘記係等於毀滅神恩典嘅預備。喺申命記當中曾經提及，恐怕百姓吃喝飽足就忘記耶和華。佢哋蒙神眷顧，不再遭受迫害，享受繁榮昌盛嘅生活，卻忘記咗神。忘記係關乎我哋嘅行為。當我哋以為可以靠自己嘅雙手拒絕依靠神所賜嘅恩典過日子嘅時候，就等同於忘記神。